欢迎大家来收看公视第一台报道歌灯。香是咱咧拜拜时阵袂当无的物件，烧香嘛正做台湾人信仰的重要特色。听讲香是九天玄女发明的，所以咱拢叫伊香妈。毋过香上早的目的，毋是用来拜拜，是要用来治病药品。因爸爸一边破重病，因为袂食袂啉，所以香妈将伊的爸爸要食的中草药磨做粉，染自米粉，焯水以后，甲烧规条，拍个打。因爸爸袂食袂啉好佳哉，还佫有咧喘气，所以伊就将这个拍打的药点落倒，照由因爸爸的呼吸，甲治好伊的病。这就是古早传落来的熏香疗法。伫以前，香的制作拢是靠人工，但是现在大部分拢以机械代替人工。毋过，也是有老师傅用手工做香，传承这项有历史的民俗传统。做香的师傅愈来愈无囡仔要学，大部分拢已经改为机械做香啦，因为工作环境无很好，嘛无法度吹冷气。不过咱传统香要是靠温度啦。阮嘛是一直要将这个讲咱传统手工做香的文化，伊的技术要甲保留落来，要甲传承落来。今仔日咱就伫台湾香的旁边中来了解这项台湾的百年工艺。咱俗语伫咧讲吼，买学行先学走，买烧香就先放炮。这是咧讲啥物？是讲吼，咱咧囡仔人啊，袂晓开始行的时阵哦，袂晓开始学行的时阵，你就先互伊学走，安尼就真会去跋倒安尼吼，所以讲对身体无好，对伊成长嘛发展嘛较无好。若是咧拜拜的时阵吼，你就爱先烧香再来烧金，来放炮吼。但是你若是未烧金，未烧香，你就先去放炮，迄个顺序就毋对。所以讲吼，这就是讲咱做代志做人做事也好其实吼，拢应该爱照起工来做就是爱照步数。照步来逐项拢甲做到，安尼吼，就会甲你保庇吼。所以讲呢，其实这个俗语内底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其实咱台湾大多数的家庭吼，拢是逐工会烧香啦。烧香拜拜这个香吼，到底吼，伊是安怎来的？是安怎产生？到底要做一个好香吼，到底是安怎去制作出来？所以咱今仔日呢，真难得嘛，真欢喜邀请到这位对咱台湾的这个烧香的香有真深的了解，而且伊个人本身制香到今已经超过30档所以讲算讲是真了解的一位。这位就是咱的新港香艺文化园区的馆长陈文忠先生。大家好，我是新港香艺文化园区的创办人陈文忠。我感觉真好奇，就是这拜拜吼，其实为什么就一定要烧香来点香？咱是要烧香拜拜，咱就照由这个香烟，将咱的祈愿送达天庭。是，所以咱每一遍去交庙宇，也是伫咱厝的神明厅，拢爱点香。是，古早这个香唐大仙，伊无一定是摕来烧香拜拜，因为伊嘛是将咱身份地位的象征啦。是，你甲看古早人，一寡员外啦、做官的人，伊身躯拢会炸啥？香囊对，嘿，这就早期对身份地位的象征。慢慢，咱这个讲将香分做2大类。第一个就是咱的点香拜拜。另外一个就是文化香。点香拜拜就是咱的拜祖先啦、拜神明。文化香伊南祭祀就无关系。是。古早伫咱的宋朝，尤其是宋朝的时阵咱的文人，伊的迄个讲生活诗意啦，是，香意、花艺、茶艺甲书画，迄个阵是文人治国的时阵，咱的香，伊嘛是伫这生活诗意内底，所以伊伫这个文化内底有足悬的艺术的迄个讲境界。
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啊，吼，就是讲会去阮妈妈吼，拢会互我一个迄个罐罐，啊罐罐内底有一个香火咯，香火安尼吼，啊内底就是讲啊，你也去庙迄香炉遐，甲过炉一个，过香烟，啊刷了后，有当时啊，你就吸一寡迄个香火转起来，转去厝内去保平安安尼。老师你讲，我即摆才了解，保平安是一回事，就是迄是一个祝福甲分享啦。本身你是30外档拢咧祭香嘛吼。这个祭香，这个产业吼，伫咱台湾的发展，我相信你应该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吼。清朝时代，咱的前贤为大陆经过乌水沟来到台湾，伫这个讲先人来台湾拍困的，迄个开发的时阵总是会缅怀着家己的故乡嘛，会去思念着家己的故乡伫大陆迄边所以因过来时阵咱。知影讲妈祖婆，香港嘛叫做船仔嘛，是啊叫做船仔嘛，就是迄个阵，咱的先人怪阵将妈祖婆大怪，大怪嘛是祈求咱的妈祖婆庇佑咱的先人，伫这个开垦的所在、新的所在，我都平安顺遂。佮另外一个就是讲思念迄个祖先，你要用什么去甲奉敬，就是为大陆传过来的这个香，所以早期。香为大陆传过来以后，伫迄个讲清朝甲台湾才开始豆豆发展。到日本时代，其实日本时代对咱的宗教信仰，伊嘛是甲咱管制，有甲咱管制。所以香伫古早日本时代的时阵，有时香嘛袂用公开大遐咧卖啦，所以以前拢有人早期的人阮做香的前辈，因是。拢用家子灌香出去卖，是安尼。香会用讲是伫70年代，是咱台湾同兴盛的时阵。迄个阵时香，迄个这个香业会这样发展，主要对大家乐啊，六合彩，太侪人拢要寻求去求名牌比如讲手较大丛的大树公啦，大粒的石头公啦。蒙布嘛加去，都是为着要求名牌，所以伫迄个阶段内底咱的香业是同发展的时阵。是。毋过到80年代的时阵，咱台湾南大陆开始太济迄个交流大陆香低价倾销台湾。迄个时阵慢慢咱台湾的做香业就行入夕阳产业。其实咱台湾的做香的技术。甲咱用的香的品质，拢超过大陆。世界上用同好的香，都是台湾。技术同好的嘛是伫台湾。真侪人讲恁咧烧香拢会去污染着环境，会去环保的问题。咱的民间信仰内面足重要的，用这个香去表达咱的心情也好，咱的生活也好，咱的祈求也好，咱拢借由这个香烟将咱的祈愿送达天庭。咱南无形的。迄个讲沟通，就拢照着这个香烟。那袂输咱的手机你若无电波，伊就无法度通。所以香烟是种咱南无形的世界，一种迄个讲传递信息的媒介。政府应该是爱来管咱的香的品质。唔是去管咱的香要点唔点。结果有一寡公庙伊配合。迄个讲政府的这政策，这咱嘛感觉真可惜啦。唔是讲有薰的物件都无好，唔是讲迄个物件就已经去影响人体唔好。其实我感觉讲迄是质的问题。咱头头讲就重点，像迄个品质的问题你若是要贪迄个俗的物啦讲兑换的物件拢是这俗物入来，有当时迄品质唔是讲真稳定你烧搁较济，其实你要烧的是歹物电动去影响到别人，对无？但是你若是好香，你一丛都有够这是咱个人的意见，但是我是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因为你做这个产业这么久嘛我一直想讲经过这个时间的变化还有真侪环境的因素，但是你永远也是这么坚持。希望讲会当将这个好的香，咱台湾厉害的这个技术也是全世界这么好的工艺，拢伫咱台湾咱搁甲禁掉，安尼是拍算，而且是咱的宝，所以咱应该是烧好香较重要，胜过讲烧济香。宝岛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
第一届听到日本时代的跳舞时代这的歌，互你惊到就对啊。你就讲奇怪，迄个时代应该最悲伤啊，读这流行歌做台，拢是安最快乐的，男男女女拢去跳舞。咱拜拜时阵吼，用迄香哦，迄种类啊，甲迄个规章，迄有啥物无共款的迄个差别呢？我若讲，我若卖咧拜拜，对神明就3丛香，对祖先就1丛香。北部的习惯，拜神明伊会用笑6啊，拜祖先用笑3。南部较无分，拢超用笑3。台北高校是咱台湾历史上吼上歹入去的一间学校，啊，到底是安怎的一间学校？20届毕业生内底呢，只有559个是台湾人，其他1800外个是日本人。啉酒啊、毒品啊、上酒家啊，拢是因的自由。主要的这个观念无共，伊会去反转迄个社会一寡成见。传统的手工做香，拆做9个动作，甲叫做将功就事。第一个动作就是咱的香卡浸水，第二个动作就是浸水以后，咱将这个香卡涂淡的所在送莲粉，过来再涂水，涂水起来，咱将香天开，将咱的香料甲散去哩香卡的顶悬，香料散去哩香卡顶悬以后，开始炼叮当，叫做炼香。香卡食香料以后，就借由咱的手掌，咱咧跳舞呢，将这个香做成圆的。这个动作爱连续来回3遍。过来将做好的香来拍香，香拍到半打的时阵上香起来，捻香卡，香卡捻好，卡过来第9个动作，拍香，将香拍到完全打，安尼。叫做相公就事。哦，拄则咱看到完整的迄个制香的过程，有影是真高工的吼。香的做法拢伊的动作拢相像。过程拢同款。过程拢相像。我是将香分做4大类。是。第一大类香是用芳精，也是精油来做的。第二大类香辛类中草药。第3檀香，第4沉香。分做4大类。是4大类。咱的香就是用竹啊来做香卡。这是竹啊来做。这竹啊来做的。古早香卡是4角的，因为手工破所以香卡以前4角。是。不过做出来香嘛是爱变圆的。所以香卡第一遍涂水以后，上莲粉。莲粉是啥物？莲粉就是咱的大叶香兰的树皮粉。所以莲粉是天然的，唔是化学的，是天然的，对，是天然的。上完莲粉，过来浸第2遍水起来，开始上香料。香料内底就是咱的，比如讲咱是用中草药来做的，伊的香料内面加上30%左右的莲粉，大叶香兰的树皮粉，就上第1遍的迄个香料粉，第2遍佮涂水起来，就涂第3遍水起来，佮上香料粉，拢总伫即个讲迄个香料爱涂水涂3遍，拢总一支香做啊好，一支香做啊好，伊爱涂4遍水。4遍水。对，做好以后，香拍到半打，佮佮收起捻香卡，佮拍到全打。所以你甲看咱的香安尼摆伫遮伊的制作过程内底，为香卡开始，伊愈来愈大颗，愈来愈大颗，成品就较大颗。是。以前香卡是用手工来破，是。4角形的香卡，做起来香爱变圆的。迄就是伫咱的做香的讲迄个涂香料起来，散香料起来以后，天香、散香料，过来炼香，将香料互伊均匀。黏伫咱的香卡顶悬过来就是切香。切香。切香就是这个动作，就是要将咱的香，伊规把香伫咱的手内面手掌心，规把圆形的转动。搁一个每一支香伊嘛圆形转动。伫切香的过程，4角的香卡做起来香爱变圆的。是安尼。有影搞工的香的品质到底是安怎去甲分辨？我拄则讲的第一类香就是用芳精，也是精油来做。过精油足贵嘛。是。对。你若用化学的芳精、化工的芳精，伊会用互伊做芳。有影。所以迄就
对身体无好。尤其内面若含着醇类甲便类的迄个讲溶剂，安尼烧起就对身体毋好。其他过来3类香辛类中草药，用咱中草药来做，也是檀香，也是沉香。毋过沉香你甲偏起来，伊敢会做压芳袂啊？伊做顺的啊。吼啊，所以香的好歹啊，其实我对什么是好香？那对我来讲，我的定义毋是金钱。来甲衡量，是你的用的香料是天然无天然。咱经济部标准检验局有对这个香伊一个检验标准。是啊，所以啊，你买香的过程啊，咱能去找到经过 SGS 检验迄个标准嘛。是。咱拢知影讲，敢若有食品的检验，毋知影讲香嘛有检验。香嘛是有检验吼，啊，过来就是讲。啊，咱要看一支香好歹，咱就为伊的外观。外观，嘿对。啊，伊的香有滴无滴？啊，有的香卡吼，你甲香夹起，伊就天女散花啊，天女散花，开始落漆啊。香卡烧嫩，吼。啊，过来就是讲，啊，每一支香有做我变大颗无？哦。吼，啊，伊有平整无？是。啊，有气格无？因为咱点香，你若香若有去哦气格去，哦，伊咧拜拜。咧烧的过程，烧到遐伊全花去袂倒，是，吼，啊，咱拜拜人足禁忌的，迄个讲啊，香倒无完，对，嘿，哦，所以为伊的迄个外观来判断，吼，啊，搁一个香味的迄个好香歹友，吼，就是看你家己介意这个香味无，哦，你有法度去接受无，是，啊，你若点了无介意，你就人的心情就愈压榨啊，你就静袂落来啊，嘿。家己本身无介意，我相信嘛无介意啦。是。以前阮细汉的时阵，迄个时阵我嘛袂学做香，吼。啊，我厝里，我若讲，我若卖咧拜拜，吼，对神明就3丛香，对祖先就1丛香。北部的习惯，拜神明伊会用笑6啊。哦，寸笑的问题。对。啊，拜祖先用笑3，吼。南部较无分，拢超用笑3。啊，不过即马受到咱啊，这个北部一寡这个习惯的影响，太济南部嘛开始有咧分笑3、笑6，啊，搁另外一个啊，以前较有去有这个差别的，就是咱这个讲啊，客家人因咧点的香，因的习惯，以前会爱点红色的香啊，是，嘿，做香深开始，迄个时阵较有咧做乌色的、红色的、黄色的香，是，啊，不过尾啊，我拢甲改掉，拢做本色。啊，伊迄无共色的用，伊个作用是无共。讲无共，其实习惯，习惯的问题，习惯的问题。甲色水无差，无差。哦。嘿，你拜拜过程内底，咱这个香的色地是无啥物关系的。是。啊，所以即马基本上啊，可能99%拢做本色的香。我看有香款啦吼，啊，佮有一寡吼，伊像讲笑3、笑6的这款香，这个算啥？香机哦，香。丽香。啊，入香吼，入香，这款的香机啊，香肠啊，这。无共款的物件种类吼，像讲即款的有啥物款的迄作用的差别？正常咱咧拜拜的拢用即个讲啊线香、立香嘛，是，因为会当插有香卡对，咱的香炉咧用的吼。过来对咱啊，拢会讲香烟无要断，吼，所以咱会点24小时的。其实咱伫佛教内底，吼，太济啊，拢会点卧香啊，对，好，这个卧香哈，啊，伊这无骨嘛。嘿，无骨，这无香卡，无香卡，吼，卧香吼，啊，所以伊这爱派放坏安尼，无一定是爱点坏啊，你嘛用点，徛咧嘛袂要紧啦，哦，过来就是咱的小盘香4点钟啊，4点钟，也是2点钟啊，吼，啊，香塔，所以伊的作用其实拢是共款，相共，其实拢相共敬神用。这甲讲这敬神，啊，这是，敢若是一个人形吼。对，啊，我将我的人我奉献到神明，安尼说点一句。这就是啊，咱即摆拢咧行文创嘛，创意嘛，哈，将传统的香叶转型，吼，做咱的这个文化园区，对，文创园区哈。啊，伫这个过程内面哈，啊，我就将咱的香叶南地方结合，啊，所以阮新港有名就新港红莲宫啊，啊，妈祖婆之外，还佫有一个虎爷。哦，新港的虎爷做名哈，啊，所以啊，你看迄个香皂哈，是虎爷，嘿，一个虎爷哈，这虎爷的相差哈，是，啊，现在做一个人的造型，好，
伊是一个人咧运动的造型，吼，这个造型运动，会用互咱健康，是，吼，这个文创商品，伊每一个香无共款，伊有一个诉求，的心愿，我要求健康，是，所以我就做一个这个人咧运动的这个造型，祈求健康，伊有一个对应的神明，是，比如保生大帝，伊就祈求保生大帝，哈，这个爱心这个造型的香，这要求什么？求什么？看起来就是应该是跟姻缘有关系。对啊，姻缘香嘛，要拜什么人？月下老人。其实拜拜过程一种是对神明一种祈求嘛，对咱的祖先一种慎终追远，咱会去感念咱的是迄个讲比如讲我会感念阮爸爸、阮阿公、阮阿嬷，心意重要，心意同重要。你要3层，你要30层，迄是拢在人，但是重点是你家己本身你对迄心来虔诚，其实迄是大过天啦。我拢会感觉我这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因为阮爸爸早袂去早往生高中毕业伊就袂我伫做兵的时阵，我做海陆啊。是。系。要退伍的时阵阮士官长甲我问啦，士官长讲老弟啊，退伍要干嘛？我甲伊讲，报告士官长，我要当去做田。做警察。伊讲，我要当警察，爸爸袂厝里的田拢阮妈妈咧做嘛。伊讲不可以，伊无当去做新的。伊讲尾下甲我讲你要学做香无？那安尼？阮士官长带我去学做香的呢。那安尼？因兜是咧做香的？无。阮士官长因太太伫香厂咧上班。所以我拍电话倒来问阮妈妈了，阮妈妈讲好啊，迄个时阵都6合彩登去落，虽然是咧行下坡的时阵，毋过嘛要做好的啊就去学做香，为着要娶某，硬着头皮当爱家己做。有影。所以这个过程我印象有够深的，就是讲去订遐机械设备，机械设备拢烧啥嘛？是。尾啊，过来通电话就要买香料嘛。我去到香料厂的时阵甲头家讲，头家我要爱偌济的黏仔粉，偌济干果，我的迄个中草药的香料伊有分上料、中料、上料、特料、特上料，这拢甲叫好以后，我甲伊讲，头家我要爱100斤老山粉，迄头家怎样调看？老山粉，你要爱什么老山？我怎点的？唔知。我唔知，因为阮头家甲一种老山尔，甲有啥物老山，所以头家就甲我讲，老山咧分山地，印度系统好，印尼、东加、地文、斐济拢有出老山，佫有一个澳洲的西澳、南澳、北澳，遐叫做新山，这拢归类檀香，为一丛老山树分老山根、老山头，伊的基骨的部分。4破、8破、16破、32破，老山水啊！你要爱倒一种？拢学问呢。我听一撮硬的，你知道？尾啊，我怎甲伊讲？我要爱阮头家用的种。过来我怎愈无信心呢？我甲伊讲，愈来愈细声，我就讲头家后要爱100斤淀粉。伊这边就无敢问讲要倒种，伊就直接讲啊，伊就讲淀粉越南、泰国、缅甸、辽国遮。伊的淀粉的集散地，古早伫越南的惠安叫做惠安店。印尼、马来西亚这岛属国家，伊的集散地伫新加坡，叫做青州、星洲，青州店。淀粉为抽油去，1斤60块，过来100-200块，500-600块，1-2000块，到几万块拢总有。你要爱倒一种？我嘛是要爱阮头家用迄种。我是安尼开始做香，是。毋过我做半冬以后，我一个阮头家同大的客户，来找我，来甲我采购我的香。我甲伊讲无啦，你买阮头家就讲，恁头家收起来无要做啊，叫我来找你。是，所以伫我创业的过程初期，我3个贵人就是阮士官长，阮头家甲阮头家同大的客户。有影咧，我就一开始我讲迄个俗语啊，就你就爱
爱先学行，才来学走啊！吼，你毋通袂学行就先学走，代志拢爱照起工对无？啊，你做香的过程是袂个马虎啦，你每一站拢爱照起工来做。啊，你的心意若是虔诚，你有良心，你做出来物件吼，迄就是大家心意拢收着。嘿，品质好啊，就要去担心着迄个环保什物款的问题。其实我感觉讲心念是真重要，啊，一丛香吼，代表着咱台湾人迄个传承的精神吼。所以讲，唔免济啦，唔免烧一百，一张都有够。心念上重要，烧好香。今日嘛真感恩，咱老师来到咱现场，跟咱分享遮尔济。啊，日后咱点香的时阵，我就想到你。